即係我覺得嚟緊就係會淘汰晒唔用 AI 嗰班人啊嘛。係咁今日都出咗個新聞啦，咁啊創科局局長都出嚟講話，識用 AI 嘅人會淘汰唔識用 AI 嘅人。咁但係你話即係所謂嘅淘汰，其實係講緊啲乜嘢事呢？咁其實而家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個勞動人口市場上邊都因為即係出生率啊、移民啊等等嘅呢啲社會性嘅問題嘅話，其實個勞動力人口一路不停地即係少緊啦。咁變相其實 AI 或者機械人都好啦，其實係就係啱啱好可以填補到呢一個嘅空缺咯。係啊，我講翻3個鐘頭前會講過嘅就係內地外賣嗰個，即係咧有個機械人咧已經可以喺你個酒店樓下去個外賣櫃攞到個外賣出嚟，自己攞，自己搭 lift 去到你房門口，跟住 call 內線俾你，跟住話你個外賣到咗啦，開門啦咁樣。我咪搞翻隻 gag，係咪撳唔到呢個鐘仔嘅？撳唔到啊！冇人可以撳鐘仔，係啦，咁係啦，會打入嚟啦，跟住你開，跟住佢就會打開個身體，跟住你落外賣走。所以變相成個職場嘅即係演變啊，我會覺得係會開始走極端化啦兩邊。